準時交貨，質素保證。我認為係對客人嚟講係最關注嘅一樣嘢嚟嘅。大家好啊，我係永華室內設計負責人 Tim Leung， 大家可以叫我 Tim。我接觸室內設計呢，其實最大嘅原因呢，係我爸爸係一個木工師傅嚟嘅。當其時我喺我副學士畢業咗之後呢，咁就未有清晰嘅工作前景啦。咁於是就諗住子承父業，跟住跟爸爸去做木工啦。咁到後期少少啦，爸爸呢自己都接到一啲工程嚟做，咁我就開始除咗木工呢個範疇之外呢，咁亦都喺其他裝修嘅工種都有幫一啲判頭嘅師傅去做啦。咁就例如油漆啊、泥水、水電呢，我都有接觸過嘅。咁亦都有幫師傅去做嘢啦。咁令到我呢能夠更加了解裝修一環扣一環嘅重要性。因為呢，我哋做裝修除咗係做好自己嗰個範疇，如果我將來要開公司，要做一個負責人，我係需要知道其他範疇嘅知識嘅。咁呢樣嘢咧，令到我能夠更加了解到成個裝修嘅過程係點樣磨合，點樣師傅同師傅之間去配合。咁呢啲對我日後建立自己嘅品牌咧，開自己嘅設計公司咧，係非常之有幫助嘅。點知好景不常，我爸爸咧就因為一個突發性嘅心臟病，咁就去咗世啦。因為我始終當其時我都係比較年輕嘅，所以於是咧我就喺我爸爸其他嘅朋友協助底下咧，就幫爸爸生前做緊嘅工程一一去完成。完成咗之後啦，我就停落嚟，我就開始諗究竟將來我應該何去何從呢？咁我就當其時嘅我咧，就毅然決定直情去一間設計裝修公司度做。咁咧當其時做咧就唔係由設計師做起嘅，係由工程科文做起嘅，跟進一啲嘅工程啊，睇工程進度，配合師傅啊咁樣嘅工作啦。咁從此以後咧，咁我就喺歲月嘅沉澱下咧，咁對工程設計畫圖都得心應手啦，建立咗一間自己嘅公司啦，自己嘅品牌啦。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我擁有咗自己一班可靠嘅班底。我個人嘅認為咧，工程咧都係我自己跟係會比較妥當嘅，因為咧如果委託於人咧，就會有人為嘅風險。如果你交俾伙計做，伙計亦都會有做得唔好嘅風險啦。咁我就想將個風險放到最低，所以咧每一樣嘢我都係親力親為嘅，一步一步嚟，即係每一步都行得穩陣嘅。咁咧俾客人有一個信心，工程結束後咧，客人同我哋都係保持一個良好嘅關係。呢樣嘢就係證明咗呢一個溝通係做得好嘅。因為我哋有一隊專業嘅裝修團隊啦，咁善於解決各種舊樓嘅奇難雜症，各種功能上嘅問題呢，我哋首先係幫客人解決咗先嘅，跟住再幫佢打造一個美輪美奐嘅新居啦，有一個安樂窩。